个红豆饼啊，那是咧。无啦，台湾有啊，这无共，这甲台湾无共，口味无共，这越南才有的。越南红豆哟。唔是呢，榴莲。你讲话啥味？啊，唔是讲咱食尔，爱讲口感嘛，啊，食的感想爱讲哦。哎，是到底先袂使看，睇下。牙齿。好，啊，第二个换啥？我来等。哦，奶油。睇下。榴莲。我感觉袂歹，因为我足介意食榴莲，而且我感觉内底除了有榴莲，敢有气死的味呢，是不？啊，真的榴莲加是很厉害哦。乖，你看起来看死看死安尼啊！这些奶油诶，这个乌看无是，对吧？我感觉这迄个芝麻，对。好，你食个嘛？麻麻糍，迄个乌呢，较乌。乌麻。还是巧克力的。巧克力啊！哎，拍谁？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。来，你，我跟你讲。我知，迄个细项代志。要不过咱的食物件，唔好讲影响。麻糍，迄个乌呢，较乌。乌麻。